狂賀 No.7 同兵家嘗試球衣印燙優惠繼續落去，由即日起去到下一年嘅6月30號，但凡訂閱本頻道同埋頻道會員呢，都可以獲得 No.7 球衣印燙折扣嘅優惠。只要你喺訂購嘅時間出示相關嘅截圖呢，就可以使用噶啦。嗱，我哋頻道嘅訂閱者啦，可以獲得1次嘅優惠，而頻道嘅會員呢，則可以獲得3次嘅優惠。詳情可以留意翻下方資訊欄裏邊嘅相關資訊。No.7 球衣印燙專門店地址：旺角西洋菜南街74至84號，旺角城市中心11樓01室。優惠最終解釋權由 No.7 球衣印燙專門店擁有。睇完節目之後，記住撳個訂閱掣，同埋幫手睇埋個廣告啊！好，大家好，咁歡迎翻到嚟兵家嘗試嘅 YouTube channel 啊，咁我係 EV 啦，咁今日翻到嚟星期六嘅節目時間啦，咁翻到嚟第二個嘅節目時段啦，咁由於朝頭早啦，咁就已經出咗呢一個嘅戰前概報啦，咁所以而家呢，咁就會有轉會窗嘅時間啦，咁同大家跟進啦阿仙奴嘅轉會消息嘅，咁至於今晚稍後啲嘅時間啦，咁亦都有彩務日誌啦，繼續同大家睇一睇究竟一啲阿仙奴濕碎啲嘅新聞，咁至於聽朝早翻到嚟呢，咁亦都會有一線戰報嘅節目啦，咁同大家跟進啦，究竟我哋今晚嗰一場嘅聯賽啦吓，咁第32周嘅比賽，咁主場對賓福特嘅賽果咁樣，咁所以啦嚟緊節目嘅安排啦非常之多，咁希望呢大家亦都相當地支持本頻道啦咁樣，咁希望大家就俾翻個 like 啦 ，OK， 好啦，咁我哋事不宜遲啦，咁我哋呢立即就開始今日嘅節目啦。好啦，今日嘅第一個嘅節目啦，咁轉會窗，咁先同大家高呼呢單都幾令人哋震驚嘅新聞。咁呢一個嘅 Head of Recruitment 啊，咁即係話我哋請人嗰個嘅主管啊，或者買人嗰邊嗰個嘅主管啦，負責啲法律條文啊，或者之類咁樣嘅嗰一個嘅阿 Head 啦吓，咁就咧呢一個嘅 James Ellis 啊，喺我哋嘅體育總監新上任咗之後咧，咁就宣布啦吓，咁就即將咧就會喺呢一個賽季之後離隊，咁相信咧喺嗰個嘅買人方面咧就真係一朝天子一朝臣啊，咁將伊度啦轄下嘅一啲嘅即係叫做有關係嘅人士啦，咁就叫做清走啦咁樣，咁所以你亦都見到啦，咁之後嗰單嘅新聞嚟講呢，亦都講到啦，呢度啦喺自己嘅社交媒體嗰度啦，咁已經咧正式同呢個嘅阿仙奴球迷啦，咁就道別啦，咁即係亦都意味住啦吓，咁呢度本身喺阿仙奴裏邊嗰一個嘅叫做職位啦吓，咁經過呢幾個月嘅有薪假期之後呢，咁就正式叫做屆滿啦。通知期完成咗之後，咁而家呢正式呢就由巴達上任啦咁樣，咁所以呢，亦都見到呢一個嘅系統嘅改變啦。咁至於呢一個嘅Ellis 方面呢，咁其實呢，佢入嚟第一年做嘅2個嘅交易呢，其實到目前為止啦，我都覺得叫做唔錯。咁第一個呢，咁就應該係 Timber 啦，跟住第二個呢，就應該係哈弗斯啦咁樣。咁所以佢嘅離開啦，到底會對阿仙奴嗰個嘅轉會市場啦有幾大嘅影響呢？都仲係一個未知之數嚟嘅咁樣。咁但係我哋都要信任啦，新嘅體制、新嘅人選。咁巴達方面希望啦能夠嚟緊呢喺呢一個嘅叫做即係嗰個嘅轉會操作上面啦，能夠俾到一個滿意嘅答案我哋咁樣啦。好啦，咁呢一個呢就係第一、第二單嘅新聞啦。好啦，咁至於第三單呢，開始去到一啲球員嘅新聞啦咁樣。咁首先呢一單啦，咁首先呢 D.O 啦，最近呢喺自己嘅呢一個嘅 Athletic 方面啦，咁又做咗個 YouTube 嘅直播。咁當中啦都係圍繞住一啲阿仙奴嘅轉會新聞啦，咁就俾咗一啲自己嘅意見。咁今次嘅意見呢，就絕對非常之大嘅參考價值啦。咁首先啦 D.O就話啦，咁阿仙奴咧的而且確咧非常之想買呢一個嘅左翼嘅，咁力高威廉士啦，當然係一個長期關注嘅目標啦。咁但係講到明啊吓，唔代表係唯一目標。而阿仙奴將名單裏邊啦，勁多名，咁即係可能之前傳過嘅利奧啊等等咧，都可能會喺考慮之列裏邊。咁例如係啦，紐卡素裏邊嘅哥頓啦吓，亦都係阿仙奴嘅選擇之一咁樣。咁哥頓認真嗰句，你問我嘅，對比起其他嘅球員嚟講，我自己就冇咁中意。咁因為啦，都比較高速啲、瘦削啲嘅，即係咁樣嘅叫做球員啦，咁就唔係嗰種話硬爆啊、爆破力嗰啲，我覺得就喺而家嗰種踢法嚟講會啱使，咁但係喺一啲譬如要突破呢一個對方做一啲嘅叫做密集式嘅情況之下，嗰種嘅盤扭啊，嗰種嘅身體對抗上面呢，就未必可能就我覺得會比較
即係有啲弱點出現啊咁樣，咁所以你問我嘅哥頓係好目標，但係唔係我自己心目中嘅最佳選擇咯咁樣。咁當然佢如果嚟到嘅咁亦都非常之支持，咁始終啦喺嗰個埋門嘅質素上面咁一定會高過馬天萊尼一啲咁樣。咁但係就我覺得啦吓，咁啊亦都唔係話一個可以自己搞掂晒成條後防嗰一種嘅逆風，咁所以你問我嘅咁啊名單大啲、名單長啲嘅都係一件好事嚟嘅，咁就慢慢揀咯。OK， 咁啊呢一個呢亦都係 D.O. 最新引述嘅一單嘅新聞。好啦，咁啊至於另一單嘅新聞啦，咁就關於錫斯高嘅一個嘅叫做講法啦咁樣。咁啊之前亦都已經有啲廠友咧就聞到陣味噶啦。咁啊 D.O. 最近啦，咁啊亦都表示咗佢自己嘅睇法，佢就話啦，儘管阿仙奴之前啦嘅一兩個轉會窗嚟講呢，喺錫斯高身上面啦落咗唔少嘅功夫，咁但係啦球會咧對呢一個嘅球員呢，依然都係有啲保留嘅態度，咁啊甚至乎呢，咁就而家咧叫做 store 咗喺度。咁啊雖然啦就唔代表就已經排除呢個球員喺呢一個嘅隱瞞嘅可能性嘅名單之外，咁但係啦相對嚟講呢，個加盟嘅可能性啦亦都比較低，咁所以啦如果以而家嘅排名嚟講呢，可能就基奧基里斯就排第一名，跟住然之後呢就錫斯高，跟住先至去到伊薩啦咁樣。咁當然啦，伊薩嗰個嘅質素等等，我哋之前都講過噶啦，一定有保證。咁但係都係嗰句啦，咁佢真係嗰個貨買嘅價錢實在太貴啦。咁所以你問我嘅可能性呢，可能就因此咁樣呢，喺個現實層面上面就要排到去第3位啦咁樣。咁啊而家 D.O. 亦都證明咗錫斯高嗰一個嘅風聲啦，又或者係嗰一個嘅熱門程度咧就會略為吞低一啲咁樣，咁大家咧亦都要注意呢一個嘅評論啦。好。咁啊，跟住落到嚟啦，咁就去到呢一個最新嘅消息啊，咁就話咧，班尼茅夫嘅中堅啊，呢個嘅侯新啊，咁啊的而且確啦，好多間嘅球隊對呢個球員都有興趣，包括咗曼聯、利物浦、車路士、阿仙奴等等咁樣。而阿仙奴啦，經過 D.O. 嘅核實之後咧，亦都曾經真係接觸過呢一個嘅球會同埋經理人方面嘅咁樣。咁啊，當然啦，接觸再講多一次，問價問情況呢啲咧，好多情況之下啦，咁都會有一啲叫做呢一啲咁樣嘅表面上面嘅問價或者接觸出現咁樣，咁但係代唔代表去到真係會落必，又或者係真係喺季尾嘅時間真係對呢個球員有興趣呢？就未必噶咁樣。OK， 咁啊當然啦，呢個球員今年喺班尼茅夫嘅表現呢，就絕對成為咗其他球會關注嘅一個嘅重點球員嚟噶啦咁樣，咁啊所以啦。咁啊，之前亦都傳過話，皇家馬德里啦，急需要中堅嘅呢一隊嘅隊伍啦，咁啊，亦都非常之對呢個球員有興趣咁樣。咁啊，據聞啦，咁啊，亦都班尼茅夫咧，咁就俾咗個類近解約金啦，又或者係標價出到嚟，咁啊，大概咧係5000萬英鎊嘅。咁啊，如果呢個球員嘅表現同埋身價嚟講咧，我就覺得都尚算合理嘅咁樣。咁當然啦，佢冇 Ben White 嗰一種嘅老練，咁但係喺嗰個初出茅廬或者係俾到你嘅 talent 或者潛質喺國際賽上面亦都證明咗自己喺班尼茅夫上面亦都叫做有所表現嘅情況之下，我覺得呢一個嘅價錢嚟講呢，喺現今嘅轉會市場嚟講呢，就唔算過分咁樣。咁啊，但係都係嗰句啦，阿仙奴都係好表面地問個價嘅啫咁樣。咁同埋都係嗰句啦，之前 D.O. 同埋 Romano 都講過啦，如果阿仙奴要揾中堅嘅，咁第一樣嘢就係諗一諗個後防上面基維奧係咪真係會離隊啦咁樣。咁當然。如果真係買咗後生翻到嚟嘅，我會期待一樣嘢就係喺個中堅輪換上面，阿仙奴會做多少少啦咁樣，因為不嬲都打開加比爾同埋沙列巴，第一個問題就係一定會非常之辛苦同埋會攰嘅。OK， 兩個球員 OK， 唔係鐵人嚟嘅 OK， 咁所以咧都係需要一啲輪換咧就需要咁，同埋呢啲輪換咧亦都需要一個係。即係令到呢一個嘅後備球員呢有充足嘅上陣機會，咁樣先至可以有不停嘅進步同埋學習咁樣。咁啊，所以呢，喺個輪換上面，我覺得就算買咗個新中堅翻到嚟啦，阿迪達使用嗰個嘅頻率啊，又或者運用方式嚟講，亦都係非常之關鍵。咁否則無論你有一個幾好潛力嘅新星買到翻到嚟都淨係得個擺字嘅，跟住突然間撳到佢出到嚟，你亦都唔可以話期望一個球員可以突然間交出一個非常之即用即插嘅
表現俾你睇咁樣。咁所以啦，揾一啲好嘅球員係一定要，咁但係揾到翻到嚟之後，點樣用，點樣去分配個輪換上陣嘅時間呢，亦都係一個好重要嘅課題。咁我哋期待啦，咁啊，如果你係真係喺中堅啊或者後防上邊係揾到一啲嘅目標嘅，咁啊基維奧離隊嘅機會呢，亦都真係相對起嚟講比較大。咁啊，當然啦，除咗侯新之外啦，咁啊另一個喺般尼茅夫裏邊傳嘅球員啦，咁就繼續係呢個嘅卻基斯啦咁樣。咁啊，亦都繼續啦，圍繞住呢一個嘅阿仙奴啦，同埋利物浦喺度傳緊呢一單嘅傳聞。之前我哋亦都講過噶啦，咁所以呢，又嚟翻炒一轉，咁就唔再多論述啦咁樣。好啦，去到最尾嘅一單新聞啦，咁就嚟到 caught offside 啦，都係兩單翻炒嘅新聞。咁但係啦，亦都真係隨住 D.O 嘅呢一單關於呢個球星嘅新聞先至出到嚟嘅啫。咁所以啦，我就覺得呢，就真係啲記者好識得揾位去做故仔。咁你既然傳阿仙奴揾後生啦，咁即係話簡單啲嚟講，咁就呢一個嘅沙迪巴同埋加比爾有貨賣嘅空間啦，所以又拎出嚟翻炒啦。就話皇馬呢，咁就報價8500萬英鎊，跟住另一邊廂又話沙地阿拉伯報價1億歐元，再加呢個嘅40萬嘅周薪，咁就想買呢個嘅加比爾咁話。咁呢啲新聞之前我哋都聽過啦，咁但係相信啦，阿仙奴就絕對冇意思放買呢兩個嘅球員。咁而呢一單嘅報道亦都嚟自 caught offside 啦，咁所以呢個可信程度啦，咁啊真係非常之唔可信。咁但係你亦都見到啦，作古仔個脈絡非常之明顯，就係有一個比較可信啲嘅記者出咗一單嘅新聞，而呢單新聞雖然冇所謂嘅直接指向話洽談中，咁但係既然你起咗個頭啦，咁我哋要賺稿費嘅，咁就自然會開始揾到一啲嘅題材寫到出到嚟，例如係Give me sports 啊，跟住然之後 caught offside 啊，呢一啲咁樣嘅媒體呢，亦都會跟風呢，就繼續寫翻呢一啲咁樣嘅閃稿啊，或者翻炒新聞出到嚟咁樣，咁可以摸索到啦嗰個營運嗰個嘅脈絡係點樣。咁所以總括嚟講，今日比較可信嘅新聞嘅，一定係呢一單啦。咁啊呢一個嘅recruitment 嘅阿 head 啦，跟住離隊啦，呢度嘅呢一個嘅叫做正式道別啦，跟住仲有 D.O 嘅呢幾個論點，包括咗左翼，包括塞斯高同埋呢一個嘅後生嘅論點呢，大家都係非常之值得留意噶，都係嗰句。D.O 冇講過任何一個人接近簽約嘅階段啦，全部都係話有接觸洽談中之類咁樣嘅嘢，唔知個地步去到邊度，唔知道對呢單 deal 係有幾認真，總之係維持緊一個詢問嘅態度嘅啫吓。咁啊都係嗰句啦，咁啊呢一個轉會吹一定多姿多彩噶啦，咁所以我哋就繼續幫大家留意住啦吓。咁大家見到呢，今日我錄呢個節目呢，其實唔多順。點解咁講呢？因為用咗另一部電腦錄啦，跟住又喺一個唔同新嘅場景錄啦，咁啊所以有好多嘢要適應再吞過，咁同埋本身個喉嚨嘅狀態亦都唔算話太過好，咁希望大家呢都會原諒呢一集節目嘅質素會略為差咗啲啲咁樣。咁啊去到最尾啦，咁啊亦都希望大家繼續支持住閉頻道嘅運作啦，咁啊繼續 comment like share subscribe， 咁啊上方有 PayMe code可以着兩打賞，或者再 EV 無此黑錢會員10蚊一個月，或者用 Super Fans 嘅功能咧打賞嘅。咁當然我哋多謝 Number 7， 多謝一站式，多謝 Before Travel， 多謝 EE Shop 為我哋訂閱者啦，咁啊提供折扣嘅優惠，詳情可以留意翻資訊欄裏邊嘅公布嘅。咁啊另外啦，咁我哋亦都開啟咗 Patreon 嘅功能噶啦，咁就1個2毫半美金一個月嘅。咁啊詳情啦可以去 Patreon 嗰邊睇翻啦，咁啊 Patreon/EV4633 就 OK 噶啦。好，節目時間嚟到嚟呢一度，咁我哋稍後時段裏邊再同大家見面，拜拜。